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啊！今日中意揾好嘢玩嘅 Bunny 會帶大家去香港島薄扶林行下，探訪3個百年古蹟，有香港島最古老嘅超過200年歷史嘅薄扶林村，好似穿越到去英式牧場嘅薄扶林牧場，仲有超有氛圍感嘅八大離修園。最正嘅呢就係搭巴士或者小巴都可以去到，而且3個地方距離好近，只係幾分鐘路程，唔使擔心行到腳軟。唔講咁多啦，快啲跟住我嚟一場神秘又有趣嘅古蹟探索之旅啦！落咗車之後，沿住斑馬線過馬路，轉右就係薄扶林村啦。你睇佢村仔細細，其實大有來頭㗎。專家話佢17世紀已經建村，甚至有人話未有香港已經有薄扶林村。2013年仲被世界文物建築基金列入中國文化遺產監察名單，真係活化石一樣嘅古村啦。沿住石級行落去圍仔大街，磚屋同鐵皮屋，你挨住我，我挨住你，錯落有致。昔日每逢牛奶公司出糧嘅時候，3號同埋18號啦，村外嘅小販就會拖喼拉箱嚟到擺攤，成條街熱鬧到好似趁墟咁樣啊！不過經過歲月嘅洗禮，而家就已經好少見到昔日嘅熱鬧咯。咁有歷史嘅古村，你估佢會唔會同新界嘅古村一樣有丁屋同丁權呢？答案係同人唔同命。村民守住200幾年嘅村屋，想同政府爭取丁屋同埋丁權，政府呢淨係識得打官腔。哪怕歲月匆匆，村內嘅傳統文化仍然承傳。每年李靈仙姐誕，齊齊咬手瓜整盤菜。中秋節舞火龍，人氣沸騰，火花四濺。阿叔仲話火龍唔熄，我哋嘅根就唔會斷。出咗薄扶林村，返去剛才落車嘅巴士站，向前行，見到中華廚藝學院嘅石柱，轉左就嚟到中華廚藝學院啦。呢個學院呢，聽講幾好食噶，不過係要係會員先可以幫襯。我哋今日就唔去幫襯啦，轉右行2至3分鐘，右手邊係國際廚藝學院，左手邊呢就見到充滿英倫風味嘅薄扶林牧場，一頭眼仔碌碌嘅乳牛模型就喺度歡迎我哋啦。呢個牧場係1級歷史建築，前身係舊牛奶公司喺1887年為高級職員興建嘅宿舍，由主樓、工人宿舍同埋車房3部分組成。講到薄扶林個扶字呢，有一個講法話，扶係一種野鴨。舊陣時薄扶林呢一帶濕地好多噶，每逢候鳥季節呢，呢一種野鴨就會飛過嚟過冬，所以呢度原先係叫做薄扶林。2015年香港明愛接手活化呢度嘅時候，專登拎翻呢個古名出嚟，大家幻想下，水澤遍野，群富戲水，呢個情景係咪好詩意呢？主樓基座圓形嘅牛眼窗係有通風防潮嘅功能。呢條木嘅無障礙通道呢係後來加嘅，通往主樓。喺呢度同埋主樓嘅走廊望出去南區嘅風景，涼風習習，一望無際，超治癒㗎。嚟到主樓，推開木門，一行入去，哇，好似打開咗時光盲盒咁樣。舊時嘅工具，昔日嘅牛奶樽，當年嘅照片，一一咁樣擺在眼前。講起當年牛奶公司嘅威水史，全盛時期曾經養過超過3000頭乳牛，牧場嘅面積足足有300畝，從而家嘅華富村、貝沙灣一路到置富花園同埋沙宣道。可惜啊，隨住進口牛奶嘅競爭同埋地產項目嘅發展，牧場最後喺1985年停產。大部分嘅建築物清拆嘅清拆，荒廢嘅荒廢，而家就剩翻呢一棟高級職員宿舍，好似時光守門員咁樣，靜靜咁喺度記住昔日嘅光輝。又講下牧場嘅小故事啦。據講當年總督府嘅早餐奶都喺呢度供應噶。1941年香港淪陷，日軍曾經想沒收呢度嘅乳牛作為軍糧，村民同埋牧場工人偷偷地將部分嘅牛趕去後山收起嚟，每日用番薯、野菜餵牛，咁樣先至保住咗幾十頭牛啫。戰後呢啲功臣牛就成為咗重建嘅基礎啦。
如果行到攰呢，旁邊有間披薩店，可以飲杯嘢，食件披薩，去下洗手間。行完6場出返門口，轉左沿住斜路向上行3分鐘左右，就見到圓碌碌嘅惠康劇場。你估唔估到呢度前身居然係牛奶公司嘅牛棚？再沿住斜路行上幾步，就見到八達嶺修院好似張開對手歡迎我哋咁樣。呢座修院係1875年由法國外方傳道會起俾傳教士養病嘅，名稱係來自聖經入邊耶穌醫好麻風病人嘅八達嶺村，寓意療癒同埋新生。建築風格係混合咗香港少有嘅新哥德式建築同埋殖民地風格，尖窗、拱門、圓形塔樓，充滿咗歐陸風情，好似去咗歐洲咁啊！二戰期間，修院曾經俾日軍徵用做軍官宿舍，戰後歸還返俾教會。後來因為醫藥進步，傳教士唔使專程再嚟療養啦，修院漸漸就收工咯。1974年傳教會搬走，第2年就賣咗俾香港置地。原先計劃拆卸興建住宅，好在香港政府用而家置富花園嘅地皮，交換咗八達嶺修院同埋牛奶公司嘅牛棚，咁先救返佢咋。1978年至到1997年呢，就租咗俾香港大學使用。到咗2002年呢，香港政府就將八達嶺修院租咗俾香港演藝學院，期間進行修葺同埋活化。喺2008年仲攞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保護獎添啊，成為咗文物活化嘅典範。而家八達嶺除咗係演藝學院嘅培訓場所、小教堂，仲可以出租做婚禮場地，唔使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租用㗎。不過有興趣嘅記得要提早預約啊，排期都幾敷㗎。修院嘅花園有樹蔭、花槽，坐喺度望住尖塔同埋藍天，諗下百幾年前傳教士喺度曬太陽養病，而我哋而家就喺度休閒打卡，呢一種時空交錯嘅感覺都幾有趣㗎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啦。總結一句，薄扶林呢3個見證住香港成長嘅百年建築，唔單止係磚頭同埋石牆，佢仲充滿咗人味同埋故事。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發掘薄扶林嘅前世今生啦！如果喜歡我嘅介紹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啦！希望下次有更多好嘢介紹俾你哋啦！拜拜。